詩篇第116篇。我愛耶和華，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。他既向我側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繩索纏繞我，陰間的痛苦抓住我。我遭遇患難受苦，那時我便求告耶和華的名說：耶和華，求你救我的靈魂。耶和華有恩惠，有公義，我們的神以憐憫為懷。耶和華保護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啊，你要迎歸安樂，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眼淚，救我的腳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華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說話。我受了極大的困苦。我曾急促地說，人都是說謊的。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？我要舉起救恩的杯，稱揚耶和華的名。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。在耶和華眼中，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。耶和華，我真是你的僕人，我是你的僕人，是你婢女的兒子。你已經解開我的綁索，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，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。我要在他眾民面前，在耶和華殿的院內，在耶路撒冷當中，向耶和華還我的願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。